今個夏天嘅史丹福橋正喺度經歷緊一場震撼英超嘅180度大轉變。車路士喺上個禮拜就宣布咗同35歲嘅白禮頓前鋒韋碧克簽約2年，兩間球會都冇披露今次嘅轉會費，據悉大概係500萬英鎊左右嘅價錢。同時36歲嘅前利物浦冠軍隊長、上季效力賓福特嘅佐敦軒達臣亦都宣布以自由身加盟，同樣係會簽約2年。Hello， 大家好，歡迎嚟到今集嘅 Chelsea True Blue。告別咗過往3年只係買25歲以下球員嘅舊路，新領隊沙比亞朗素今個夏天好明確要為車路士注入強大嘅經驗同埋勝利者心態。可能大家都會質疑，雖然我哋係需要經驗，咁但一次過買2個35歲以上嘅老將，究竟有冇需要咁樣做呢？咁但係大家唔好以為呢一個淨係沙比亞朗素一個人嘅意思，其實球會內部早前就已經表達過係會作出改變。車路士嘅老闆之一艾格巴利喺今年4月就曾經親口承認過，如果計劃行唔通呢，我哋就需要進行微調，我哋需要喺呢個階段加入更加多即插即用嘅球員，帶領球隊去到下一個層次。而佢亦都係講得出做得到，喺今個夏天就一口氣簽入咗2個35加嘅球員翻嚟。咁究竟韋碧克同埋軒達臣喺場內場外可以發揮到幾多作用呢？佢哋嘅角色定位又會係點樣呢？事不宜遲，我哋即刻一齊探討一下。首先，我哋先講下車路士點解會對韋碧克有興趣。好多人聽到車路士買一個35歲嘅前鋒翻嚟，第一時間係覺得好驚訝，點解球會唔揀一啲年輕當打嘅前鋒呢？咁但係細心留意的話，你就會明白點解沙比亞朗素咁想要佢。沙比亞朗素認為韋碧克作為領袖嘅特質以及前鋒嘅技術能力都非常之吸引到佢。如果話韋碧克係其中一個最能夠代表到英超嘅前鋒，呢一句說話其實真係絕對唔過分。由2008年開始喺曼聯展開佢嘅英超生涯，除咗喺09-10球季外借過去英冠嘅普雷斯頓，以及2021球季初段陪伴屈福特經歷降班，韋碧克基本上係冇離開過英超。其中喺曼聯嘅時期佢就已經跟隨過費格遜捧過2次英超冠軍同埋1次嘅歐聯冠軍。而佢喺離開咗曼聯之後，就先後效力過阿仙奴、屈福特同埋白禮頓。目前已經喺英超踢咗400場賽事，總共係射入咗90球。咁波心水清嘅球迷都知道，其實韋碧克年輕嘅時候都唔係以入球能力聞名嘅，甚至乎大家都會覺得佢唔算係一個特別出色嘅射手。佢喺曼聯、阿仙奴、屈福特呢3間球會入面，喺聯賽都未曾試過單季取得10個入球。作為一位前鋒嚟講入球數據的確係唔太出色。咁但係自從2020年由屈福特以自由身加盟去到白禮頓之後，韋碧克喺201次上陣之中攻入咗51球，並且交出咗18個助攻，而佢更加成為咗白禮頓喺英超史上嘅隊史最佳神射手。喺呢6年期間，佢代表咗白禮頓出戰咗176場英超比賽，攻入咗46球波。換言之，佢加盟咗白禮頓之後所取得嘅英超入球已經佔咗佢生涯嘅一半。咁不過講緊佢喺白禮頓嘅頭3個球季喺英超方面嘅入球其實都係徘徊喺5至6球左右，其實就未算係特別出色嘅。咁但係自從白禮頓2年前由靴士拿執教之後，韋碧克可以話係迎嚟咗職業生涯嘅第2春。喺靴士拿執教之後嘅76場比賽入面，韋碧克足足攻入咗25球，只係僅僅比起佢喺2010年代效力阿仙奴期間嘅112場波少入咗2球。我哋可以見到佢嘅入球效率係比起年輕嘅時候提升咗好多，呢一點係令到大家好意想不到。而且呢25個入球當中，有21球係英超賽事當中嘅非12碼入球。而佢上季喺白禮頓踢咗37場聯賽，總共係射入咗13球波，創下咗佢喺18年英超生涯當中最高嘅單季入球紀錄。值得留意嘅係，佢喺2025-26球季9月底至11月底嘅期間，佢更加創下咗7場聯賽攻入7球嘅驚人表現。而當佢缺席咗白禮頓賽事嘅時候，我哋可以見到白禮頓嘅進攻表現都大受影響，就連靴士拿都曾經喺3月份2-1擊敗利物浦，韋碧克梅開2度嘅比賽入面講到，韋碧克唔單止能夠入波，佢同隊友之間建立咗一個好好嘅連結關係，創造出強大嘅團隊凝聚力。而佢呢一種出色嘅表現，亦都差少少令到佢可以重返英格蘭國家隊。可惜杜曹最後喺世界盃就選擇咗轉戰沙特嘅艾雲東尼，而冇揀到韋碧克入隊。咁不過可能大家都會疑問，簽韋碧克同簽其他前鋒有咩唔同呢？沙比亞朗素之所以睇中佢，正係覺得韋碧克能夠解決到車路士浪費黃金機會嘅嚴重問題。根據 Opta 數據顯示，車路士上季非12碼嘅預期入球係高達60.2球，排喺聯賽第4高，但最終只係轉化咗50個入波出嚟，把握力係比起預期足足差咗10.2球。全英超只得水晶宮同埋狼隊嘅把握力係比起車路士更加差。而韋碧克
喺上季英超嘗試射門30次以上嘅球員當中，韋碧克嘅射門入球轉化率係高達 23.2%， 全英超只有4個球員比佢更加高。同一時間，佢嘅射門中目標率亦都高達 50%， 全英超只係得6個球員高過佢，即係平均每射2球波就會有1球中籠。相比起戴納嘅 31% 命中率，喺射門方面嘅穩定性呢，韋碧克絕對係嚟得更加有保證。而且佢平均每次射門嘅預期入球數據咧都達到 0.19， 證明咗佢年紀越大，踢法越聰明，比過往咧更加識得選擇起腳嘅位置。呢一種經過歲月洗禮嘅經驗，係戴納同埋積臣2位年輕前鋒暫時都未能夠為車路士提供到嘅埋門質素。呢2位球員都唔可以改善到車路士經常浪費黃金機會嘅問題。而韋碧克喺過去2季入面，亦都獲得咗37次嘅黃金機會。呢一個獲得黃金機會嘅數據係同車路士嘅高爾帕馬一模一樣。喺呢37次嘅黃金機會當中，佢就成功攻入咗17球波。咁點解韋碧克喺呢2年入面會突然間咁識得為自己創造 big chance 嘅機會，同時喺把握能力方面又進步咗咁多呢？當然啦，呢一個都同韋碧克喺踢法上嘅調整係有關係。隨住年紀越嚟越大，加上經驗越嚟越豐富，韋碧克嘅踢法都變得更加聰明。佢依然係嗰種屬於傳統少少嘅前鋒，並唔會經常回後攞波，有別於祖奧柏度嗰種踢法。韋碧克喺場上嘅主要工作就係頂住對方嘅中堅，而且不斷喺對方嘅防線空檔位置度進行拉邊走位。而佢所做嘅所有嘢都係為咗希望喺禁區入面能夠把握到機會入波。睇翻佢喺白禮頓嘅比賽入面，佢係會牽制住對方嘅中堅球員，然後再嘗試加速過佢哋。而呢一種踢法其實都係需要有球員可以俾到波佢。喺對上2季嘅比賽入面，佢就經常都會接應路達嘅直線傳送，然後推入禁區入面起腳。而細心留意，佢攞咗波再壓入禁區嗰一下，完全唔似係一個35歲前鋒會顯示到出嚟嘅靈活性。配合埋佢豐富嘅經驗，令到佢好少會喺接應傳送之後被吹罰越位。韋碧克喺過去3個球季總共嘅越位次數係比起積臣喺車路士效力嘅任何一個球季都要更加少。而考慮到車路士俾到佢嘅供應係比起白禮頓更加多，韋碧克喺前場可以繼續發揮佢嘅走位能力。咁當高爾帕馬喺右路切入，或者摩根羅渣士喺中路推進嘅時候，韋碧克嘅走位就可以為佢哋創造極大嘅空間，複製翻佢喺白禮頓同路達嘅連線關係。而除咗憑住自己速度壓入禁區之外，韋碧克喺禁區入面嘅入球嗅覺對於車路士嚟講都係非常之重要。佢上季喺英超所攻入嘅13球波，有11球都係嚟自禁區入面。而佢嘅平均起腳距離都係介乎於喺 10.6 碼左右。咁雖然你睇翻佢近呢2季入面，每場平均起腳都係介乎於 2.1 至 2.5 次，起腳次數都唔算特別多。咁但係佢之所以可以喺禁區度取得咁多入球，好大程度上就係要歸功於佢聰明嘅走位。首先，韋碧克喺禁區入面係好中意潛伏喺遠處嘅位置，然後細心等待隊友喺兩邊嘅傳中球。就譬如係上年車路士主場1-3不敵白禮頓嘅比賽入面，韋碧克追平嗰1球波就正正顯示到呢一點。佢當時入咗禁區之後，捕捉到年輕中堅艾治亞邦同埋客圖之間嘅空位，所以佢就一直隱藏喺艾治亞邦身後嘅盲眼位置。然後等到左翼文迪擺脫咗古斯道之後，佢就即刻加快速度衝去6碼嘅小禁區入面，將一個急勁嘅傳中球成功轉化成為一個頭槌攻門，最終就應聲頂入。而佢喺禁區仲有一個特質，係車路士其他前鋒都做唔到嘅。當佢搶點嘅時候，佢識得一路走位，一路輕微咁推撞一下對方嘅防守球員，令到對方容易失去平衡。就例如係前一季對住賓福特嘅時候，佢喺遠處位置不斷利用自己嘅身體對抗洛哥特，令到對方防守嘅時候就非常之唔自在。韋碧克就趁機可以接應傳送頭槌頂入。而喺3月份對住利物浦嘅比賽入面，佢喺接應隊友傳送嘅同時，亦都用隻手撳一撳住孖住佢嘅戈拿迪，最終都俾佢輕鬆頂得入。呢種介乎於犯規與唔犯規之間嘅動作，正正係佢用多年嘅英超經驗去拿捏出嚟。稍為動作大一啲其實都會俾球證吹罰。而佢身上嘅特質同埋所做嘅工作，正正係車路士上季簽入戴納希望得到嘅嘢。可惜最後就事與願違。戴納上季只係英超入咗1球波，而韋碧克喺禁區入面嘅觸覺，相信喺面對黃金機會嘅時候，絕對係會做得比戴納更加好。而沙比亞朗素想簽入韋碧克，除咗因為佢嘅入球同埋進攻能力之外，當然都唔少得佢嘅防守逼搶能力。白禮頓係上季全個聯賽喺前場 Final Third 奪回球權最多嘅球隊，佢嘅其中一個重任就係帶領球隊進行高位逼搶。
當無球作腳嗰陣，佢需要阻止對方中堅互相傳送，然後引對方喺邊路度組織，唔俾對方喺中間度輕鬆進行到攻勢。而我哋都知道，擁有逼搶能力嘅前鋒，對於沙比亞朗素嚟講咧係非常之重要。咁總括嚟講，車路士今次能夠用500萬英鎊嘅價錢簽入一個具備豐富英超經驗同埋入球能力嘅前鋒，絕對係一個非常之划算嘅收購。對於車路士嚟講，都可以話係一個冇嘢可以輸嘅操作。韋碧克絕對係稱得上越老越可愛。咁當然，我哋都唔會預期佢嚟到車路士之後會成為正選，咁但係佢就可以將佢嘅經驗傳授俾佢嘅好拍檔祖奧柏度。佢喺白禮頓時期同祖奧柏度喺23-24同埋24-25球季咧都做過隊友，已經展示過一定嘅默契。兩位咧亦都老友鬼鬼。祖奧柏度喺接受訪問嘅時候都講到，韋碧克係佢喺人生中咧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人。當佢啱啱嚟到英格蘭嗰陣，完全唔識得講英文，但韋碧克咧就總係陪伴住喺佢身邊，幫助佢取得進步。呢一點亦都證明得到，韋碧克嘅加盟係可以幫助到車路士一啲年輕球員咧適應英超。考慮到車路士甚少會踢雙箭頭嘅陣式，佢哋兩個同場嘅機會就應該唔會多。咁但韋碧克就可以扮演一個高質素嘅副選前鋒兼夾導師嘅角色，用佢嘅經驗繼續去輔助祖奧柏度成長，加強佢喺禁區嘅入球觸覺。咁所以比起再用一筆龐大嘅轉會費去簽入一個當打嘅中鋒，簽韋碧克翻嚟咧係更高性價比，同時亦都唔會阻礙住祖奧柏度嘅發展。而最令球迷安慰嘅係，韋碧克近2年咧都克服到傷患嘅困擾。佢曾經因為腿筋、足踝同埋膝頭受傷咧而影響咗佢嘅職業生涯，尤其是喺阿仙奴嘅時候咧都經歷過唔少嘅傷患。但去到近2個球季，韋碧克嘅出場時間咧係明顯增加咗。上季佢喺各項賽事就上陣咗40場波，總上陣時間咧係有2446分鐘，咁即係平均每場波都有60分鐘嘅上陣時間。而英超咧更加有26次嘅正選上陣，而喺2024-25球季佢都上陣過36場波，總上陣時間有2390分鐘。咁所以我哋可以見得到，韋碧克嘅健康程度係比起年輕嘅時候更加好，而呢一點都好大程度上同佢踢法變得更加聰明有關係。佢嚟到車路士之後一周一賽，我哋應該唔使太擔心佢喺體能方面咧會有特別大嘅負擔，相信係可以應付得到嘅。同埋講笑咁講啦，簽咗韋碧克咧應該可以減少車路士嘅失波。自從2021年起，韋碧克喺近7次對住車路士嘅比賽面咧係狂均咗6球波，而講緊上季2循環咧都已經入咗3球波。喺佢嘅生涯當中，只有面對住韋斯咸同埋佢嘅母會曼聯嘅時候咧入波係更加多嘅啫。咁所以韋碧克咧絕對能夠堪稱係車路士嘅黑星。咁不過我哋都能夠預期得到韋碧克嘅加盟係會令到車路士其他前鋒咧係需要被出售嘅。基奧咧基本上係確定咗會外借或者賣走，而積臣、戴納同埋柯美加之間亦都極有可能咧最少有1至2位球員離隊，因為喺一周一賽嘅情況底下，假設咗祖奧柏度係必然正選，韋碧克過到嚟又可以有足夠嘅上陣時間，而佢嘅身體狀況亦都可以幫車路士過渡到1至2個球季。車路士而家咧擁有3個前鋒已經係極限。車路士方面咧就應該要趁住今個冇歐洲賽嘅球季，正式去正視一下前鋒嘅長遠人選。照目前咁睇，積臣同埋戴納如果有球會肯出手的話，相信車路士咧都唔會介意將佢哋賣走。而安美加咧就要睇下沙比亞朗素覺得佢適唔適合。如果留低的話咧，佢都要好努力咁樣去爭取喺球隊嘅位置。好啦，咁講完韋碧克加盟之後咧，我哋都睇下車路士點解會簽36歲嘅佐敦軒達臣。可能大家都會諗，韋碧克都叫做可以幫我哋解決前場把握能力嘅問題，咁點解車路士連軒達臣都要簽埋呢？明明我哋而家已經有好多嘅中場球員喺度。如果話韋碧克係負責提升車路士禁區嘅效率，咁軒達臣就係為車路士提供最欠缺嘅精神文化同埋場面控制力。首先我哋要知道而家呢隊車路士有幾缺乏經驗。自從泰亞高斯華喺2024年5月離隊之後，車路士喺過去2個球季當中係冇俾過任何一位30歲以上嘅非門將球員有1分鐘嘅上陣時間。年紀最大嘅長區球員已經要數到去28歲嘅艾迪拿拜奧，而缺乏老大哥喺陣中，伴隨住嘅問題咧就係我哋隊波都自然係缺乏咗紀律。作為過去3個球季聯賽最年輕嘅球隊，車路士喺呢一段期間咧食咗全英超最多嘅294張黃牌同埋14張紅牌。呢一樣嘢反映得出球員嘅心智咧係相當之唔成熟。佢哋經常都會因為情緒失控而向球證作出無謂嘅投訴，以及同對手咧發生衝突。而且更加大嘅問題係，上季車路士喺領先嘅狀態底下係失咗19分，其中嘅17分咧係主場度失嘅，屬於全英超最多。以上種種嘅情況，
加上上季車路士喺歐聯16強俾 PSG 2回合以8-2屠殺，導致球隊最後喺季尾崩盤，已經足以證明咗呢一隊車路士係太過年輕，令到我哋喺面對逆境嘅時候缺乏情緒穩定性。我哋隊內就係缺乏咗一個領袖企出嚟去提醒翻一班年輕球員，而佐敦軒達臣嘅加盟正正可以成為呢一班年輕球員嘅導師。由2008年加盟新特蘭起開始計，軒達臣已經總共喺英超累積咗463場上陣紀錄，係英超現役出場次數最多嘅球員。除咗英超經驗豐富之外，佢作為隊長嘅經驗同樣係非常之多。由2015年夏天開始喺利物浦接替咗謝拉特嘅隊長臂章，喺隊長嘅8年任期當中，佢曾經帶領過利物浦取得歐聯同埋英超冠軍，領導能力絕對係毋庸置疑。而佢喺上個夏天亦都重回英超嘅懷抱，加盟咗賓福特。當時球迷都會擔心呢位處於35歲嘅老將中場，經歷過沙地阿拉伯同埋荷甲嘅洗禮之後，翻到嚟英超仲可唔可以適應到嗰個節奏呢？而當時嘅賓福特主帥安祖斯就講過，大家都知道軒達臣喺場上係有一股龐大嘅存在感，對於我哋嚟講，佢嘅言行舉止喺場上嘅氣場同埋領袖才能都係相當之重要。我覺得呢一筆簽約係有少少被外界低估咗，而安祖斯講嘅嘢其實係有道理。上一季軒達臣喺賓福特嘅表現絕對係被低估咗。佢喺2025-26球季為賓福特出場咗32場聯賽，正選咗22次，總上陣時間都有1921分鐘，踢咗賓福特56% 嘅總比賽時間，而年齡亦都冇阻礙到軒達臣提供穩健嘅表現。上季喺英超，佢平均每90分鐘嘅傳球次數係高達54.2次，係屬於成隊賓福特入面最高嘅。佢平均每90分鐘嘅跑動距離更加係高達11.6公里，亦都高居於全隊第3位。36歲跑動仲可以排喺球隊第3名，呢一點已經證明咗軒達臣依然能夠喺英超嘅賽場度發揮出高水準。咁但係軒達臣嘅角色遠不止喺場上，而呢一樣嘢或者先係沙比亞朗素真正想簽佢嘅原因。喺場外，佢顯然係一位備受尊重同埋極具影響力嘅人物。喺今個夏天，雖然佢喺世界盃入面只係代表過英格蘭上陣過6分鐘，咁但係當杜曹將佢選入英格蘭世界盃大軍名單之後，就已經講過軒達臣係一個連環嘅勝利者，更加係每一支佢效力過嘅球會嘅黏合劑。我哋可以見到佢喺世界盃期間，經常都會喺場邊作為一個類似助教嘅角色，不斷鼓勵陣中一班年輕球員。而佢喺利物浦時期，更加係更衣室嘅發言人。當隊友向佢抱怨高普安排嘅訓練時間太過遲嘅時候，軒達臣會挺身而出，代表球隊去同高普交涉。雖然當時高普叫所有有意見嘅球員自己上去講，咁但係最後都冇人敢行上去。有時有啲說話，年輕嘅球員未必夠膽直接同教練去反映。咁但係如果好似有軒達臣呢啲球員喺度的話，球隊係會多一個橋樑，可以穩定到更衣室嘅氣氛。尤其是我哋都知道，車路士嘅更衣室係充滿住嚟自唔同國家、天賦異稟，但有時性格亦都好散漫嘅後輩喺度。而大家唔好忘記，喺收購軒達臣之前，車路士曾經同樣希望中後場可以有個經驗老將，所以非常努力咁嘗試由新特蘭簽入33歲嘅格列沙卡。咁不過新特蘭明確表示咗佢係非賣品。而車路士早前亦都有興趣簽入自由身嘅史東斯，咁但係最終對方就選擇咗加盟國際米蘭。種種嘅行徑都表示咗，沙比亞朗素係極度希望車路士可以簽到2至3位成熟嘅球員翻嚟，作為一個 mentality monster 嘅角色。雖然喺技術層面上，格列沙卡可能會更加適合沙比亞朗素嘅車路士，咁但係最終換嚟咗軒達臣嘅自由加盟，我自己都認為算係一個非常唔錯嘅替代人選。畢竟喺現今球壇當中，有豐富英超經驗嘅中場已經唔多啦。軒達臣加盟車路士之後，佢嘅任務並唔係要每一場都正選，甚至乎我自己覺得車路士而家有咁多年輕當打中場嘅情況底下，佢喺未來一季英超嘅正選次數應該係會少於10次。但平心而論，我哋唔需要刻意用戰術價值去衡量佢嘅用處。就正如佢今屆喺英格蘭世界盃嘅角色當中，作為球迷未必能夠用到雙眼去見到佢帶嚟嘅作用。相反，沙比亞朗素需要一個喺英超已經贏盡一切、擁有絕對權威嘅老將，喺球員同教練團之間做一個橋樑，將佢攞英超冠軍嘅經驗去傳授俾其他年輕球員。某程度上有啲似一個助教嘅角色。呢一點，我相信沙比亞朗素邀請軒達臣加盟嘅時候，已經有清楚明確咁講到。同一時間，軒達臣都可以教下域斯詹士點樣成為一個成功嘅隊長。畢竟詹士嘅性格都比較內斂，作為隊長都仲有好多地方需要學習，而佢都絕對會願意聽從英格蘭隊友軒達臣嘅意見，喺佢身上學習更多。
我相信呢一個咧就係簽入軒達臣嘅真正價值啦。而我個人亦都認為軒達臣咧都明白今次加盟車路士出場時間都唔會好似上季賓福特咁多，佢過到嚟係主要輔助一眾年輕球員去成長。反而我自己覺得韋碧克嘅出場時間咧應該係會更加多，佢喺前場嘅表現咧依然係有心有力。好，咁我哋最後都做一個總結啦。從今個夏天嘅動作嚟睇，車路士嘅轉會策略已經從過往只係簽25歲以下嘅球員，演變成極具針對性嘅老中青三代結合。先係有年輕核心摩根羅渣士、意大利最佳後衛帕利斯達、阿根廷新星巴高加盟，同時亦都簽咗26歲黃金年齡嘅即食中堅拿確斯，再加上韋碧克同埋軒達臣呢兩位35加嘅冠軍級老將，呢一連串嘅轉會收購，俾球迷感覺咧係更加有針對性同埋全面。唯一嘅隱憂就係在於比賽時間嘅分配。今季車路士唔需要參與歐洲賽事，加埋本土杯賽，全季可能只係得45場賽事左右，甚至乎會更少。呢一刻我哋前中後三線嘅陣容咧都非常之臃腫，球會必須要喺轉會窗關閉之前大幅度清人。如果沙比亞朗素能夠平衡好更衣室嘅上陣時間，然後喺適當嘅時候派出韋碧克同埋軒達臣呢啲老將出嚟穩住局勢，相信有機會改善到球隊喺場上唔集中以及容易崩潰嘅情況。雖然佢哋兩位都可能只會留喺史丹福橋2年左右嘅時間，咁但係相信佢哋當中帶嚟嘅經驗都可以幫助到我哋一眾年輕球員成長。好，咁今集就同大家講咗咁多先，大家點睇軒達臣同埋韋碧克加盟車路士呢？你哋認為佢哋嘅加盟可唔可以幫助到車路士一眾年輕球員成長呢？歡迎喺留言區度留言，我都會希望繼續同大家交流一下。如果中意呢條片的話，就記得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讚好我嘅影片，同埋 share 俾啲 friend 一齊聽下啦。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